後左右邊一忽會痛啲？內側。咁原來咧，我近期跌過幾次咧，可能都係因為呢一個關節出現有少少嘅毛病。因為你呢個位咧，其實佢堵住咗。我哋中醫所講不痛就同裏邊堵住咗啊，或者係平時冇去按下嘅人就會咯。咁但係咧，主要唔通咧就應該係呢邊，即係踎低起身嘅時候咧，就應該係側邊比較痛啲嘅。我係做咗部機叫做 DRM 嘅療程嘅，腳嘅膝頭哥內側嘅關節咧，先做一個開穴，精準點到個位置嘅。開咗啲穴位啦，咁我哋咧就順翻啲經絡嘅走向啦，希望可以掃翻通上去先嘅。同埋呢一部機係遠紅外線咧，佢有一定嘅入到落個身體入邊嘅。你開咗穴之後，你再做呢個咧，會事半功倍多少少嘅。好針對性可以幫助到治療嘅性質。拳頭將兩隻腳夾住個拳頭佢先，係啦，夾住前面呢度嚇，盡量呢個膝頭哥個大髀呢度咧就唔會去喐嘅。佢仲有一個專人啊，教你做一啲運動啊，或者伸展嘅動作，咁令到你日常都有一個保健嘅作用。呢部 DRM 醫療級氣穴療程有3面機頭去開穴，利用生物活氧磁療技術幫身體嘅唔同部位進行追、撥、燙。再用到石墨烯遠紅外線嘅負壓機頭，將能量傳到肌肉同筋膜層，可以加快修復，令到治療效果更加事半功倍。而家只需要優惠價380蚊就可以進行一次嘅儀器治療，首50名預約，仲額外送你專業手法筋膜放鬆療程，名額有限，即刻登記啦！